雙牙你點睇啊？雙牙？雙牙嗱，我你新先，我琴日賭咗100蚊，大哥。咩叫大哥啊？大哥沒有輸，我買葡萄牙冠軍，我頂，我賭100蚊啫。喂嗱雙牙咧就而家我本身就係諗住推葡萄牙嘅，但係如果買咗而家驚嘅。我買冠軍嘅，冠軍係，但係應該唔買場次。咁你買冠軍，我呢場我都係買咗下盤，都係一樣噶。咁你開上盤唔通去冠軍度啊？咁都係，咁都咁問題我冇乜信心嘅，我係覺得佢11倍好吸引，因為一開波就得7倍。我好簡單嘅啫，我其實都唔簡單，又未必有人咁樣去諗。雙牙咧嗱，首先葡萄牙呢家波咧打下盤波，梗係好過打上盤波啦。首先第一，佢要去圍攻人，就冇佢要去守住西班牙踢咁好嘅。對上5次啦，冇講得遠嘅對賽就係輸過1場1負4和啦，係嘛？咁而家受讓半一啊嘛，平半啊嘛，高水啊嘛都有啦，總之受讓啦嚇。咁嗱對賽首先個對賽就唔輸蝕，以下盤計。咁好啦，西班牙嘅賽績根本上就廢嘅，罰德國0-0。咁當然你而家覺得罰德國好勁，咁啊你當佢普通賽績啦。係4-1沙地唔係咩賽績啦，1-1烏拉圭唔係咩賽績啦，今年嘅烏拉圭係嘛？咁啊我冇睇㗎嚇，3-1奧地利，咁啊即係由佢啦。咁葡萄牙嘅賽績你硬淨好多喎，克羅地亞啦2-1啦，係嘛？哥倫比亞喎，係啊，1-1剛果都爭啲整死英格蘭嘅喎，係啊。OK，而家睇翻轉頭，但我重點都唔係講呢度。嗱，西班牙你一定係撚啊耶馬㗎啦，即係個位係咪？好啦，咁而耶馬對位係邊個啊？文迪斯世一左閘。好啦，咁就咁吹都冇用㗎，我就揾到個對賽。嗱，西班牙即係等於巴塞，成隊波都係巴塞㗎，前中後全部巴塞，唔好講咁多嘢，尤其是一隊中堅都係巴塞。OK，咁咧我就正揾到今年歐聯巴塞主場對 PSG， 就耶馬對文迪斯，你知唔知咩結果啊？知唔知你數啊？俾人對冧咗啦，1-2老型球，優先咪老型，總之1-2主場輸波。我再睇翻我場嘅陣 ，PSG 係副選，巴塞全正選。PSG 副選係講緊前場全部冇 K77，冇丹比利，冇道爾，都贏你。中後場就比較算正選，有文迪斯啦，文迪斯就係抹阿耶馬啦，贏1-2作客，咁耶馬係冇入球冇助攻乜都冇嘅，俾人抹掉咗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已經知咩料㗎啦啊！咁我自己覺得下盤唔使講，一定係撐 speed 啊，撐大哥啊嘛，大哥。但係你買咗咧，我會買細一半注碼咯，即係會將注碼縮細一半。其實我冇乜信心嘅啫，只係純粹覺得會唔會太抵玩嘅啫。啊，我會將即係叫做係縮細一半注碼。OK。嗱，同埋你葡萄牙，你諗下啦，佢即係佢對即係如果係打即係反擊或者係守住踢啦，當葡萄牙佢唔會同你鬥攻㗎，你控住嘅就係西班牙，跟住你葡萄牙前面你有法圖尼圖啊、里奧啊嗰啲，當佢下半場先出嚟有最好嘅，咁係咁爆嗰啲博羅啊、古利拿啊嗰啲係嘛，有啲着數啊，有啲着數啊，對中堅已經廢㗎啦，同你講西班牙係嘛，淨係靠中前場係咁傳嚟傳去嘅啫嘛，係嘛？葡萄牙最好咧，今晚咧如果你見到出場波好多人瞓咗覺，佢唔好用，佢應該要出翻一個正防中，係，譬如利維斯嗰啲啊，唔係 PSG 利維斯啊，即係出翻個正防中，咁我覺得係再好啲嘅，係啦 ，OK， 出翻個正防中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，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